台南市武庆文化资产后壁坎顶放花马宗教文化节明仔载就要举行啊！相传后壁迄当时有一寡战争造成死伤无数，坎顶款线等为着要安搭一寡亡魂呢，延续上百年传统，伫地府王爷圣诞的时阵，甲因祭拜过放花马，超度一寡亡魂。 一只抓过马仔顶头放炮，大家伫咧溪边点火放炮，场面真大。射完了后，落尾甲火马搬去烧，这就是台南后壁区特有的民俗活动，或者放火马。伊源头就是清朝年代官兵伫咧遮撞着土匪，两边相战，死伤真侪人。庙方为着要互庄头兵精安大亡魂，选择咧地王爷圣诞放火马，超度亡魂。好到我伫阮庄的边仔遮北边遮个对，哦，所以伫遐抢替啊，伫遐有寡械斗战争，这个战争啊，所以死伤较侪。为着今年活动，庙方已经甲火马准备好势，拢总有35只，拢是由圣徒寄付。火马分成3种寸尺，有大型、中型甲小型的，是用德米亚造型，外口佮高爪。相传火马会使互好兄弟啊做坐骑。阮来迄阵吼放较细只，迄阵拢较细只，好啊，愈来愈大只。 今年35只是数量嘛真侪啦，当然，较早阮做囡仔时嘛有迄个10外只，啊上侪要到50只。盐配甲纸马烧雕，每年拢请真侪游客来看。这项100年历史的庆典，伫咧109年已经成做无形文化资产。庙方今年按算要伫咧8月初3下晡3点半放火马，互民众祈福行愿。记者伫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